华视在地新闻地方的小经济来看苗栗的湾里挖海，居民除了掠鱼为生，嘛来发展着相关的加工产业。其中用这个沙鱼浆所做的沙鱼丸，无掺淀粉，会当食到大海的原味，是当地真出名的特产。除了在地人爱食，还有一大堆外地市中的老顾客千里迢迢走来买。一粒细细粒的鱼丸啊，每一年帮湾里小店创造9000万的产值。搅的沙鱼浆放入这个机器内面，做出一粒一粒的鱼丸，再来放入滚水内面煮熟，现做现卖。烧呀，你要烧呀？我请你嘞。苗栗湾里的传统菜市啊，像这款斗日花鱼丸店有4、5间，业者拢是为透早去鱼市场买到新鲜的鱼啊了后，就开始赶工制作。我们的鱼丸不加粉，完全是真材实料，然后吃起来真的吃得出来，鲨鱼的原味。湾里外海，未少人拢是掠鱼为生，后来陆续发展出相关的加工产业，因为原料处理较方便，做出来新鲜鱼丸啊，消费者真介意。我们从小吃到大，这家超好吃的。除了在地人，若到假日，都真侪外地市场的客户来这扫货。最多不一定有上百斤也有啊，零售的也有啊。哦。哎呀，在地人买比较少了，因为在地。炒好卖几斤？不一定哟，不一定啦。不一定。价钱较低啦。真个业者嘛开始透过网络伫卖，积极开拓外县市的市场。这一粒一粒小小的鱼丸，是湾里的经济命脉。在我们叶里镇这边有好几家在做这一年产值可以大概3000万以上也造就在市场嘛是咱湾里镇的一个特产除了鱼丸啊，贸易业者开发出天妇罗等等其他的产品，甚至直接卖新鲜的沙鱼浆，和餐厅的业者创造更加侪通路。